大家好，我係 Wisdom Chatter 嘅 Windy， 我嘅專業領域係學生宿舍，亦係卓藝地產集團嘅創辦人。我有一個夢想，就係將集團業務嘅規模擴展到1億，聽落好瘋狂，但係因為 BNI 呢一個夢想已經成功達到咗一半。喺2023年加入 BNI 之前，我只係一個孤軍作戰嘅老闆，人物有限，每日淨係識得頻頻撲撲咁樣去揾 agent、揾租客，生意好快就遇到樽頸。好彩我遇到 BNI 嘅系統徹底加速咗我嘅生意增長。透過 Give First Gain 嘅理念，加上強大嘅 Power Team 協作，我由單一嘅業務經營晉升到跨行業嘅資源共享。喺 BNI 強大嘅引薦系統幫助下，我嘅租客人數喺短短3年入邊，由100人次爆發式增長到2000人次。BNI 唔單止帶嚟引薦，更幫我建立咗一個合作共贏嘅引薦生態圈。我哋分會嘅升學顧問會友源源不絕咁樣幫我引薦學生租客，而我旗下物業嘅家電採購、清潔服務就會向分會會友採購。呢一種多方面嘅連接，真正造就咗合作共贏。最關鍵嘅係，藉住 BNI 大灣區嘅龐大網絡，我成功對接咗內地嘅商家，開放加盟，令我個業績直接飆升咗3成。由當初嘅1人公司發展到今日擁有10個部門，旗下管理超過300幾個盤源嘅二房東公司。多得 BNI 嘅會友成為我最強大嘅後盾，俾我放膽去拼搏。展望未來，憑藉 BNI 帶俾我嘅龐大機遇與網絡，我有絕對嘅信心喺未來5年之內全速實現埋呢一個1億餘下嘅50% 目標。BNI 令我相信財富係可以一同創造，亦都係因為呢一份相信，我選擇咗做今屆嘅主席。多謝 BNI 為我創造無限嘅商機。